后来马来西亚的女学生被杀害，对校园的安全造成阴影。台南市政府开会决议4大措施，要来补破洞。譬如讲，有特殊性癖的个案的资料，警察甲卫生单位将会做连结。另外，加强巡逻，提悬着见警率，嘛会全面来检视着路顶的情形等等，希望会当防止危险的代志再来发生。诚挚道歉。 非常对不起。因为一名马来西亚女学生来台南读册，耍不幸遇害，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徛出来回失礼。但是即马除了反省检讨以外，上重要的是要安怎防止危险搁再一届发生。除了校园的安全都要检讨以外，未来包括特殊性癖好的个案资料都要管制，警方甲卫生单位的资料嘛要互相连通以外，连伫市区较危险的路段甲地区，嘛要加强巡逻。 针对大家正关心的暗时路顶袂多、世界暗迷茫的所在，嘛会全面来检修。最后是学校方面，若是有无对当的时，一定要确实通报。过去有这样的前科的个案，或是有这些例子，其实我们当然都是依照，我们会把它这个列车管理。见警率的部分，当然就是要加强巡逻的频率跟密度。看到这个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后面会落实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监督。危险已经发生，台南市这个检讨行动有偌济重点、偌济做法，会当达成效果。即马所有的台南市民拢等咧看。